大家好，唔知最近有冇收到好多消息同埋好亂嘅消息，關於 BUD 基金嘅政策上面嘅好大嘅改動。如果你正想考慮去申請嘅話，咁就要留意呢條片啦。第一點咧就係資助嘅比例嘅調整啦。過往嚟講咧，政府資助咧不分係1:1嘅，最高嘅限額係資助50%啦。以200萬嘅項目嚟計啦，政府會資助我哋100萬，咁就會比較輕鬆啦。但係而家新嘅政策底下，政府同埋企業嘅出資比例就有所調整，去到1:3。即係話政府資助我哋25%，而我哋就需要承擔翻75%。如果要 cam 到80萬嘅話，我哋就要出240萬，總花費係去到320萬。第二咧係前期現金流增加咗好大嘅壓力，因為過往嚟講咧，我哋嘅前期撥款係可以攞到75%嘅，但係新例底下咧，我哋最高嘅前期撥款只係去到20%嘅啫。換言之，我哋要預備更加充裕嘅資金去執行我哋嘅項目。第三咧就係資助上限嘅調整，一般嘅不分同埋電商易咧。以往嚟講係可以申請100萬，但係而家係調整去到80萬嘅。不過總資助上限700萬咧就會維持不變。如果打算去同時間申請多個項目咧，咁就要特別留意啦。因為政府加咗個新嘅規例，無論你喺任何時間去申請不分，總資助額咧都係唔能夠超過80萬嘅。所以我哋必須要小心去規劃，善用每一分嘅資源。第四咧就係申請頻率嘅限制。新政策嘅規定，每3個月咧先可以遞交1次嘅一般嘅 BUD 同埋電商易嘅申請。而至於申請易咧，就過往由6個月咧係可以縮減為3個月交1次嘅，方便咗大家去規劃去點樣申請。但係依然嗰句咧，我哋要記得任何時間都唔可以超過80萬個總資助額嘅。第五咧就係資助範圍同埋期限嘅變更啦。新增聘嘅業務嘅租金同埋裝修咧依然維持不變，但係個期限咧就有所改動啦，只係最多去到3個月。而新增聘嘅員工，假設係香港以外聘請嘅員工，最多每一個人係6個月嘅啫。而建立喺網上銷售平台同埋投放廣告嘅費用咧，資助嘅期限咧同樣係更改為6個月，特別係代營運嗰方面啦。而企業喺計劃項目嘅時候，我哋會特別要關注呢個時間啦。總括嚟講，新政策嘅不分申請程序咧係更加嚴謹，而申請嘅流程亦都更加複雜，資金嘅運用咧係更加講求呢個計劃性嘅。企業唔單止係需要識得申請，而每一個細節我哋都要小心去處理，嚴謹去執行。揾個有經驗嘅顧問團隊就可以幫到你由頭去到尾全程嘅跟進，減少咗出錯啦，提升嗰個申請嘅成功率。我哋智研科技顧問咧係擁有多年嘅資助申請嘅經驗，幫助過無數唔同行業嘅客人咧順利去申請到個資助。我哋提供咗一站式嘅服務，由業務嘅分析、計劃書嘅撰寫到文件嘅準備，一條龍係為客人全程嘅跟進，協助你精準去掌握新政策每一個細節。想知多啲最新嘅申請策略，快啲聯絡我哋智研科技顧問啦！